好，嚟到是但啦 Whatever Podcast 嘅第231集嘅預告時間啦。咁今集有啲乜嘢內容呢？咁一開頭呢，我哋就知道咗 Bear 姐呢終於正式搬入佢嘅新屋啦。咁點知第一晚呢，夜晚就停電啊，跟住點知冷氣都斷埋啊，咁樣都唔知點算啊，咁啊本身呢就搬緊屋呢，就話斷捨離，點知 Bear 姐就去咗買各樣嘅家電啊，咁啊至於 network 方面呢，佢就話用咗電話 plan。咁係啦 router 都唔係一定聽話嘅，我希望屋企包乖乖可以幫到手啦。咁同埋原來喺即係澳洲嘅電話收訊方面嘅信號都未必一定好好㗎 even 喺啲 city centre 都會收唔到電話咁樣。係啦，咁啊跟住我就買咗特福嘅燙斗啦，跟住就覺得應該 Panasonic 即係無線燙斗啦嚇，我就覺得 Panasonic 嗰隻應該會好用啲嘅，咁但係我仲未即係正式好 heavy 地用，所以都即係下集再分享下啦咁樣。咁啊另外睇嗰啲80年代嘅樂壇新聞啊，我喺度睇緊陳百強啊，原來佢同何超瓊係一個浪漫嘅愛情故事嘅喎，咁樣咁都了解多咗呢一個即係人物角色之後咧，就終於明白點解佢咁得人中意啦咁啊成集最矚目嘅當然就係我哋討論呢個 Netflix 嘅混沌少年史啊咁啊4集講述13歲少年 Jimmy 被控謀殺同學 Katie 嘅震撼故事，咁一鏡到底咧就非常之精彩啦。第一集喺警局嘅冷酷司法過程啦，跟住去到第二集講述學校年輕社群嘅社交風波，去到第3集Jamie 同埋心理醫生嘅心理戰咧，簡直係演技大爆發啊！去到第4集父親崩潰嘅過程啦，最後嗰一幕簡直係喊出嚟啊！真係跟住咧就劇集裏面提及到關於 incel 文化同埋父權規範啦，咁樣就點樣令到青少年同大人都成為受害者啊！我哋今集就會講以上嘅內容啦，咁記得逢星期三喺 YouTube 外各大平台收聽我哋嘅 Whatever Podcast 啦，拜拜。以上內容由 AI 產生，可能存在偏差同埋遺漏，想了解完整內容請參考 Podcast 節目。